冷静，主公。主公，可税邹是有何误会？误会？为何到现在都没有看普星寺缘起？主公，三思啊！此事我不再一一计较，但现在动画番剧《普星寺缘起》播出了，总该看了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自不必说，老夫早已追番了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得兴利者得天下，这事业必将是个风口。谁想到他还真成功了，便宜了2个下人。可惜是在蓝玉的地盘。那咱们来求蓝玉，他是不是也要分一杯羹啊？分一杯？哼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王兄、蓝兄、元兄、蓝兄，从汝南到兰陵，怕不单单是来叙旧的吧？都说家丑不可外扬。哎呀，说了蓝兄莫要笑话。王兄但说无妨。我王家过门的媳妇儿，哦，也就是元兄的妹妹，回娘家竟然跑到了兰陵郡，躲在天机城。只是这天机城，我们……二位兄长多虑。虽说天机城是墨家特区，却也在我蓝府地界。元兄之事，就是我蓝玉之事啊。叫他进来。是。准备交住！邹氏，等学完毕。开庭！一定要成功啊！老夫一生的梦想能否实现去？成了！星
一三，邹师，倒是成没成啊？13，13。好手艺。墨家真是好手艺啊！你给兰家打家具也有3年了吧？德行少主大方，赏一口饭吃。袁家那个庶出女是不是在天机城？是，她让我带话。我兰陵兰氏素有君子之风，既然是王袁两家的家事，君子理应避嫌。你且私下对他2人讲吧。是。聊完了吗？就这样。那就滚吧。是。墨家男儿铮铮铁骨，未想却被兰兄驯服，实在是佩服。是按照少主教你说的吧？是。王毅怎么说？他让我转大云彩卫，过了王家门，就算逃到墨家也没用。就只说这些？就这些。竟真是为了捉妻而来。还是急于求成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邹先生，心力不稳在于易散，我终于找到办法了。能赐异能了？怪我先前未讲明，能赐异能之星力源于天外飞星。据《干石行经》记载，飞星每隔76年出现一次。按干石星表推算，10天后，飞星将路过泰山之巅，是吸引星力的最佳之机呀。10天，错过便要再等76年啊！墨家炼制的火铜乃接引飞星之用，但想要星力循环于鼎内，避免星力外散，便需要五色石。这五色石要去哪儿寻得？史书有载，先秦时期，大夫长虹曾以五色石摆祭于洛阳。哦，事不宜迟，墨家立即动身。来不及了啊！天机城离洛阳1000里之远，兴师动众，一来一回最快也要半月之久。秦则雷霆神速，巡视之事交与他和天行。墨家明日运鼎，奔赴泰山。也只好如此了。唉，飞行游经之日，便是神通大降之时。届时，离鼎3丈之内者，都可获取异能。若儿，若儿，我看到了，墨家机关，你自己做的？它叫什么？叫周天行。我的名字？星辰轮转，周天运行。邹师说，干星每76年轮转游经一次。明日，墨家便要护鼎前往泰山之巅。我跟阿泽送你。若儿，你能打开天机锁，为何不打开面具呢？我若很丑呢，你不会被我吓到吗？你不丑。你很美。
明日出行，多加建议。多谢。见过，巨子。主公，巨子，自重。跟着我干嘛？明天，我跟天行就要去寻五色石了，此去来回半月之久，我怕我们不在，你受欺负。欺负？墨家这些人古板得很，采薇你身份尊贵，又岂能和他们同阶共事？主公，寄居于此地罢了，还有事吗？没有了。你们明天何时动身？我去送你们。要不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？你愿意吗？城里闷，带我去个地方。好。男人愚蠢啊！天色已晚，我们还是早些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可是，哈泽。是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悠悠苍天，彼何人哉？好一身新衣服，杜若给你做的吧？哎，主公。一切听主公吩咐。主公跟我们一块儿去，准备出发。我都还没跟他们道别就，拜见巨子，还请收起相思离别之苦。等天亮，还得带着墨家护鼎去泰山呢。泰山？但主公刚才，女人聪明啊。汤来了！这洛阳城如此之大，如何去寻得五色石的下落呢？你杀了他？啊？木心兄弟，我果真没看错你，我只是跟你提起这狗东西背后骂巨大侠，你便真的出手了。这不是木心兄弟吗？巨大侠，巨大侠。木心兄弟，此人对你不敬，是以杀之。兄弟豪情，巨某心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兄弟快走！是谁想走啊？郭贼曹，可是来喝酒的？那桌子上的是什么？人头一枚，大胆！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放火！互殴决斗，游侠之间刀剑无眼，赔些钱财也便是了。杀人偿命！来呀，拿下！拼了！拼了！要造反！来呀！杀！喂，诸位，巨某在此谢过诸位英雄。巨某何德何能得各位疼爱？待我回来，咱们再一起痛饮。郭贼曹，请。巨大侠，巨大侠，只怕你是回不来了。慢着！哼，杀人者木心，以命抵命，无类他人。木心兄弟，兄弟，木兄弟，木兄弟，木心兄弟，木心兄弟。
然凶顽，畏罪自裁。哼，甭走。不让他们走！民不与官斗，你先暗葬了木心兄弟。木心兄弟啊！不想巨大侠如此义气，从者如云啊。那木心倒是有情有义，只可惜蠢了些。蠢了些。主公，我听闻巨太衡可是游侠的统领，若是找他帮忙寻求五色石，岂不是能快些寻得线索？只是此人，此人甚好，你便去和他结交一下吧。好嘞。依你看，我是说谁蠢？说木心，也说阿泽。有趣，说来听听。5个官族最厉害的是郭贼曹，而巨太衡是全天下游侠的首领。在场那么多游侠，众人都有一搏之意，他却愿意顶罪，就像是什么？不敢妄断。为保木心，可以替死。若都如这般为人替罪，怕是早死上上百次了。假装戴罪，显得有情有义，以彰显出名声。林默那句“民不与官斗”，更是连官府都要跟他合作了。这种人，表面让人敬佩，心底精明得很。那你还要与他结交？那你为何不叫我主公了呢？你天生聪慧，也懂我知我，不必揶揄。说吧。我与阿泽得了异能，杜若又成为墨家巨子，但你生来心性高傲，如今却流落于此，哪怕新阳元氏也是满目疮痍。所以不愿我们再叫你主公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等诸主公得了异能，我们便重振新阳元氏。蔡薇，你大可不必。未料亲兄弟竟然有如此神通，哪里，实在太过敬佩。这是我主公袁采薇。天生争名，其命匪臣，礼部有出，显客有终。如今有一桩立于天下大义之事，小女子只想说给你一人听。若是天下大义之事，自当其耳恭听。兰陵兰氏族长求见裘长老。裘长老他们都走了。走了？是啊，去往华山了。华山？是啊，说是去采捕个什么东西。华山，看来要去拜访一下华阴杨氏了。王兄，那墨家弟子怎么会听你的话呀？你跟他说了些什么？哼，袁采薇是在济关城。转告袁采薇，过了王家门，便是逃到墨家也没用。好，姓兰的给你多少，我给3倍。再带句话，今晚有时，碧水潭源头瀑布见。要是不想嫁，新阳就没了。好。所以现在姓兰的被骗到了西边。不止如此，采薇可真是个宝贝。泰山，我还有另外的打算。晨风雨着分妆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铁衣苍苍，冷血暗弓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诸葛映红妆，香洒下月光。林远尘缘散尽的彷徨。
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只以为琐事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？为寄情愿长存，非不再待重生。愿逐歌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远望。不计虚幻。